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警政署，为着要来强化维安特勤队的能力，特别选伫高雄坐稳红线甲柑仔线转弯的美丽岛站，来进行一场无剧本反恐怖攻击的演练。现场有歹徒有志工，营造真实的环境。所有参加演练的人员，事先拢唔知影发生啥物代志，就是要来考验应变的能力。这个过程紧张搁逼真。维安特勤人员全副武装，表情真紧张，展开搜索。有民众，因为接吻站内面有歹徒开枪，特勤人员叫民众赶紧走。2号出口。大家赶紧夺命，远远阁听到哀叫的声。无偌久找到好歹徒开枪拍到的人。倒伫涂骹，伊伫哀一个干员现场做简单的急救，另外一个负责保护伊。现场气氛真紧张。还有人吗？还有听到枪声吗？没有。这其实是一场的演练，警政署为了强化维安特勤队的能力，进行这场无剧本的反恐演练。地点选伫高雄捷运美丽岛站，高雄市警察局特勤中队、宝山警犬、刑事局防暴小组等派出真济人演出，伫资源有限、状况不明、时间紧急的情形下，配合40多名志工协助，营造这款真实的环境，考验干员的应变能力。过程是紧张、搁逼真。